真的跑了，而且这棒带到右半边方向，看起来是安打没有问题。一垒上的林敬凯现在要往三垒来推进，两边的剧本都很像。没错。哇，这个时候二垒手马杰森第一时间他没有注意到林敬凯的跑垒太聪明了吧？哇，所以我相信这就在场上你够不够专注，从这个 play 我们就看得出来啊。林敬凯他一直都在看马杰森他的动向，因为球在他手上。对，所以他拿到球，他一定要往里面跑，往里面跑。第一个时间三垒跑垒员不会还要有企图往本垒跑了，他一定会收回去踩在垒上。对，那确实2好2坏他们也跑了哦。确实在战术上面跟我们想的蛮类似的。对，那再来看一次林敬凯的跑垒，球单第一时间很快的往回送，然后林敬凯就开始看。他觉得马杰森没有在注意他，所以他这个时候再度启动了加速度，跑了。何况他又离本垒那么近了，这棒送到二垒方向，越过了刚才的主角马杰森，所以苏记这个时候也要往三垒来推进，连续的3支安打，狮队在1局下半1人出局，进站到了1、3垒。